咱来关心来回平湖甲台南将军渔港的一只交通船，伫昨昏要暗下5点外靠搭，包括船员、乘客，计共有75个人伫船顶。是一直到暗时8点外，海巡人员附近的船只才利用海中的时间协助船只脱离靠山，有惊无险。天暗嘛，交通船因为水的深度不够，意外掉伫咧台南将军渔港平台附近，无法度震动。中一只渔船啊挂塹伫遐啦，为着要闪伊吼，向较偏去啊。漏水的关系，退潮退得太厉害啦。这台来回平湖甲台南将军渔港的相隔福气号，船顶4位船员，佮加71位乘客，总共75个人，西沙要暗5点外，底船掉伫咧海面上。现场附近渔船伫咧太平，一个出动大型的竹排啊，到暗时8点外，所有人拢救来。那一艘船是坐滩的形式，它是坐滩，那乘客是非常安全的。那我们必须等这个潮位上来，再借由船只拖带。会比较安全。海巡署讲，因为天下嘛，风险过大，若对天顶球较有风险。评估这台交通船是退牢了条条的，唔通强拖，若无更加危险。因故游客等真久，等甲性质拢压起来。我们等到8点多，但是后面有渔船才来帮我们的。我不知道那渔船是谁派来的，可能是你们海巡署，或者是可能是别人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太久了。很多小孩，有囡仔一上花了就开始哭，也有身心障碍囡仔伫证人的协助下顺利上花，好加在船顶的人全部平安，结束这场海上惊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